卡桑，你上头住伫遮？变化。你是怎样倒去啦？你敢唔知啊？卡桑逐工拢伫想你。卡桑，是的，我是逐工拢总思念你的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着个比赛困开啊！你来袂倒来厝里？我还只拖一次，有哪有迄个面通转去？过去就过去啊，你莫阁讲啊！今日较早找到你，我足欢喜的，足欢喜的。痛苦，咱即马一家，你怎阁再团圆啊？伤心孤单，请原谅我一直无伫这，无伫你的身边替你等。我的所有的一切，不知要倒换，才会当来挽回妈妈。原谅我，请原谅我一直无伫这，无伫你的身边替你等。我的所有的一切，不知要倒换，才会当来挽回妈妈。原谅我。阿高来吃面啊！所以秀敏他哥哥才会发起罢工啊。对啊，吼爷爷嘛为着这件代志，去互拍到要死呢。反对不公不义！反对不公不义！反对不下！反对不下！反对罢款！反对罢款！来来来，那忝到换人接手者哦，好！来来来来，车子靠开来啦！来啊，大家辛苦啊，才有减肥啊！一个位。反对不下！反对不下！反对罢款！反对罢款！来，辛苦啊！反对罢款！反对罢款！
恁的诉求哦，头家拢有听的。伊叫我来甲大家讲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工资一角100。莫有骗啊！大家先听我讲，大家千万唔通去互骗去。迄是因为即马去互时势逼着，才会讲100块。若是大家甲倒去做工课，真心有一定甲亲像较早同款，找你有扣咱大家工钱啊！嘿啦！莫迄个白算动哦，头家讲100就是100，唔相信的人家己来做就知，要做的人就我报道啊！100块的，袂歹，足好赚的。你听变坏的话啦，但种人讲话反起反倒，伊的话敢会听你哦？啊，毋过即摆咱伫地房子啊，我是吓到要死，足艰苦的。宝贝啊，该下一罐酒。为什么小子毛昏啊？啊，恁白工嘛10外工啊，本来就无钱啊，对无？你在创啥啦？这两个背骨的，无甲因赶出去，是要带因饲鸟厝搞某地哦。咱这无啥好惊人知，哪就安尼啊？嘿，你唔惊这两个来神通外鬼，干咱的叫讲对方听？说啥去啦？免甲讲啊济啦，咱即马有钱啊，免惊无所在好大啦。是你稀罕啥？摕好够啦！真正叫你气死，你拢不要搁倒来啊啦！之前我倒三仔讲过，若是詹师傅摕过工资，早晚会有人会回去做。结果真正迄往倒上了着。若是关落去，咱控制的行动反射失败啊！这个讲我想来想去，心内有一个想法：詹师傅做包工头是照较早的约定形成的惯例，无任何的法律根据。那呢，咱大家是毋是会咱家己组一个包工团？家己包工顶来做，你是讲咱家己做包工头？毋是包工头啦，若要认真讲起来，咱大家拢是包工头。简单讲，就是头家咱家己做。啊？家己做头家？是啊，我介绍互你听啦。包工头的总收入扣掉一寡必要的开销了后，再搁拨一部分做咱大家的福利基金，剩的钱咱大家做伙平分。意思就是讲，家己的薪水家己发，安尼听有无？这主意真好咧，家己拢是头家，大家就会过来拍拼。对啊。遮尔好的条件，一定要真正参加的。要毋过要安怎做，才能成立包工团啊？我来，大家先啉者，大家先啉者吼。最近这码头吼，规个安尼乱糟糟。讲到这哦，我着规腹都火啦。这个詹先生哦，代志不到歪哥起出来。我迄阵哦，停咧外海5、6工，袂得入港啦。即马入来啊，煞欠亏你啦。落这货哦，爱开比平常时哦加3倍时间啦。我即马头是冇咧烧啦。为着庙会哦，较早上船吼，我啥物条件拢答应啊，结果嘛是拢蹲咧仓库啦，真正哦会好气死啦。较早专职咧主事的时阵，代志足顺遂的，一个外因囝尔，就无伫无到。啊，这就是高旁生理的歹处啦。假使讲若有另外一间甲伊咧竞争吼，即款代志就袂发生啊。即摆吼，阮后生吼，阮囝是想讲咱咧线工啊，来甲组织起来，吼。啊，原来来冒出啊码头这装卸的业务，啊，那这都要拜托大家斗讲一寡好话，去甲顶头沟通者。这个，这恁看嘛？我这个包工团主要想要互这线工啊一个工课上的保障，啊，确保工作的人数，互码头会当正常运作。那对咱双方面哦，拢有好处，所以你小参考一下。啊，那这吼，爱5万各位好朋友斗开心啦！来，我敬他来，敬他来。
他们上楼天。你哪甲阮的物件等下我才来啊？你要走物件，唔得款款的。到时佫想要等下阮遮住，要啥想啦？你甲阮两个咧胡说，我是要带倒啦。看是要带火车头是公园，公园较宽，空气较好啦。不错，别个。免叫，以后路头路尾拄着，莫小借问，当作无熟悉。有一人10块。有影一天100啦，要趁钱倒行啦。要吧，要吧。大家讲好做要抗议，你说走去趁钱，即摆可以出来有人哦。有钱大家趁啊，遮尔久无做工课嘛，毋是办法啦。先趁再搁讲啦。唔通去啦，厝无米通落顶，啊厝无囝你要拖死哦。啊，免讲遮济啊啦，要趁钱倒行啦。好啦，是啊，好啦，唔好去唔好去啊，头家，头家，安怎？你两个人哦，真正带一群人来。今日阿甲磕一个头，哼，真正是咸在咯。大家买过日子，爱饲无囝，唔知影顶面会同意咱的要求无，嘛唔知影爱抗议偌久。詹信辉迄边一天100块伫遐，我实在无法度叫别人莫去趁。毋过来，你若坚持落去啦，啊若无，总是爱互阮一个时间，看啥物时阵会有一个答案，我才有话去应付其他的人啊。我是听顶面咧讲，有咧考虑咱的计划，毋过我毋敢保证啥物时阵会有确实的答案。阮岛上的人面真看，我会请伊继续办法，甲伊探听一下，所以我拜托你，咱大家甲小紧一阵啊。好啦，头拢洗落去啊，无天卖命呢。我讲去找人讲看卖啦，行。虽然是要争取大家好你啊，啊，毋过所有压力拢伫你的身上，辛苦你啊。应该，敢若讲一开始拢是我出的主意。我自细汉倒上疼，脚上先，无烦无恼，会当讲是食饭下中大汉的，冇做过一件正经的代志。这是我第一摆想要好好完成一件代志，所以我真希望会当成功。会啦，只要大家心肝扣做伙，一定会成功。哦，搬落来，搬落来。等，啊无半人啦，啊可怜哦，我遮下遮济，要叫谁搬？啥？拢无人来？喂，对个，有啥物缘故？今日一堆会要处理，古里老弟伫咧倒位啦？煞去，我甲你讲，拄则伫咧会议上，阮已经通过李明华的申请，可以成立包工团啦。我甲他要求码头正常运作，你做袂到，我只有另外想办法。恁老爸通包刷工10几年，毋捌出过状况，你才接手无偌久，就惹出遮尔大的代志，又搁无法度处理，补到码头乱糟糟，你家己要检讨啦。对个。唔通拍，唔通拍，伊毋是要带人走，是带人来。带人来？带人来什么意思？迄天阿海啊，毋是讲工资一工变100，我看看伊有淡薄心动啊，就叫因涨价就价，叫因起来上班几工，互詹师傅信任因。这是一个好的机会，甲遐工人拢带走。啊，乐天呢？啊，伊带另外一群人，我把伊做出去啊。通过啊，通过啊，咱会提案通过啊。以后咱家己组一个包工团啊。各位，过来做，较拼势啦！即摆袂靠钱啊，要唱哦，大声啊唱出来啊！好啊，大家过来啊！后一班船马上就要离港啊，这只船会紧补补，小小串者，等下到尾无用啊！
对，有啥物缘故？恁遮已经无存在的必要。下班之前，甲办公室表的升起，将锁匙交出来。听你讲，李明华的曝光头效率真好，我这已经无存在必要啊！叫吴成功甲李明华卖性命来换。恁想要乖乖听话，若无，我就甲伊镜头啊一支一支剁来。只要你莫伤害伊，你想要安怎，拢会用的。好啊，恁就徛住叫我拍，等我拍了欢喜，我自然就会放伊走。哦。你你甲你袂记？你头壳袂晓歹，你就看无落去。滚起来！你也敢跑？快走！快走啊！快走！快走！文叔，你清醒啊！文叔，文叔，哼！明华，啊，你有安怎无？啊，你小妹，你小妹，卡啥？你莫烦恼，我甲小妹两个人无代志。是文叔，文叔为着要叫小敏受伤真严重。阮做的外伤是无严重啦，啊，就是毋知影敢有出着头壳，啊，等伊进行才会当确定。明华，你的伤敢有要紧啊？我袂要紧，你莫烦恼。你看，人着伤着有人照顾，啊，咱两个来地点啊，帮安慰一下。好啊。歹势啦，恁文厝的为了要救阮秀敏，所害伊着伤，我看这医药费用我来负担啦。啊，唔免啦，多谢恁的好意，清华银行已经有提钱出来啊。哦，好，多谢多谢。多谢。后日上有巴桑，明华嘛有受伤，无恁先转去休困啊。啊，秀敏啊，不要紧啊，因为坚持留咱遮，袂转去，好留的就好啊。安尼讲嘛对啦，无咱先咱转。啊，秀敏啊，再拜托恁。我先来查。
文哥，恭喜啊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来，恭喜恭喜！文叔啊，我看你唔是鸟鼠，你是鸟。谁来讲我是鸟？鸟唔才有九条命。你看，炭坑落暗，你无代志。即个叫人讲到半小时，你嘛无代志。是你哦，勇敢有义气，天公的听好人，你才会当逢凶化吉啦。其实青龙遐甲明华计是好啦。若毋是你冒着性命危险去救秀敏，就算阮甲阿伯什么计划嘛无落去，所以你这是上大的贡献。你安尼讲，我会歹势。有啥物好歹势？英雄救美人，足摇摆咧。那些外摇摆，自古英雄身体虚啊。是安怎讲？你有囡仔当家咧，莫点仔黑白讲咧。食你的菜啊！咱才无看到青红兄。啊，伊即个人请假，讲要转去故乡一撮，昨就转去啊。啊，伊竟然无甲你讲哦，家己的女朋友呢？什么女朋友啊？看啥？你毋好得高斗菜刀好无？人秀敏才毋是青红遐的女朋友咧。打一杯，来。袂饮啦，你头都已经啉过啊呢。会本出啊？我这酒芳个酒酸呢。搁啉一喙啦。袂饮就是袂饮的啦。啉茶啊？我陪后壁啉茶啦。后壁啊，你来看，听某喙大富贵啊！这本出来以后，一定是家母大丈夫啦。了解了解，来，